牛棚1908年起好之後，有超過90年嘅時間用嚟做牛隻嘅檢疫同埋屠房。建築群用紅磚堆砌成，圓頂設計加上鑄鐵部分後期油上黑色，令呢度更加添幾分藝術感。呢度有108年歷史嘅建築群保育完好，而將佢哋活化嘅係藝術。21世紀進入呢度嘅就係藝術工作者，藝術令神秘嘅牛棚充滿感覺，引人入勝。無論係建築風格定係藝術成分，都令牛棚散發出深厚魅力，深深吸引住每一個人。經過建築群保育，藝術家進駐同埋公眾活動，只要有恒心，點石真係可以成金。今個星期馬路的事，我哋的事，同大家去土瓜灣一齊欣賞同埋保存呢件咁靚嘅寶物啦！